喺珠海買一手新樓，喺落訂之前啊，你一定要將呢8個重點問題同發展商嘅銷售一一確認清楚，否則嘅話，你分分鐘啊都會瀨嘢。第一個啦，層樓有冇存在抵押？可以去珠海市建局官網查，有冇存在抵押或者被查封不可售，呢啲咧全部啊都會顯示出嚟嘅。第二個啦，資金係唔係交到監管賬戶？一般啊喺預售證或者係買賣合同嘅模板入邊啊都會顯示嘅。建議咧定金首期一定要轉入發展商嘅監管賬戶，否則嘅話咧擔心發展商挪用咗你嘅購房資金，最好啊係轉賬，唔好碌卡。第三個啦，買樓咧一定要去睇工地，唔好齋睇個樣板間，呢啲啊都係發展商美化咗嘅。間屋嘅真正採光，包括視野、通風，仲有缺點，呢啲咧只有睇工地現場先至可以睇到最實際嘅。第四個啦，間屋嘅朝向一定要問清楚。咁啊喺珠海咧，東南西北嘅價錢都唔一樣嘅，朝北係最平嘅，東南好過西南，南咧好過東，東咧好過西，西北咧係最差嘅。第五個，確認咗戶型房號價錢，仲要研究一下呢套樓嘅成個平面圖，幾梯幾戶，電梯嘅位置、樓梯嘅位置，呢啲咧都係非常之重要嘅。第六個啦，樓盤嘅不利因素一定要睇一下，佢咧會涉及到2個重點，一個係小區嘅內部，一個咧小區嘅外部啦。呢個咧一般喺人銷中心嘅現場，發展商啊都會公示出嚟嘅。買樓點解會後悔呢？就係因為缺點冇完全了解清楚啦。第七個，幾時可以網簽？比如話你今日交完訂金，過幾日就要交首期啦。一般情況下咧，我係建議最好係交首期當日啊做網簽，咁樣先至係最安全嘅。第八個啦，樓盤嘅周邊配套環境一定要了解清楚，唔好齋聽個發展商嘅銷售畫大餅。建議咧最好係晚黑去睇，因為晚黑先至可以睇到樓盤周邊嘅人氣以及入住率。將呢8個問題啊問清楚，幾乎啊發展商嘅銷售冇可能再水得到你啦。